法国法司法4档外落，但也毋过检察官的评鉴成立的案件只有11件尔。最近有一个民众指控讲，伊妨告妨害名誉，伊认为讲检方伫审问的过程有性别歧视。今仔就民间团体帮伊申诉，要求检察官评鉴会就要针对这案的检察官来进行评鉴。声援 MeToo 反被告，大声喊口号，民间司改会加妇女团体最近伫初十开记者会，希望检评会做个案调查评鉴。因讲的就是这件案件。出席的2位当事人有公建公文跟转发到脸书，这个瓦利斯诺干在某一个会议上性骚扰年轻女性的事件，后来他被瓦利斯诺干告诽谤。侦查庭的时候，就有很多的言辞是有性别歧视，还有刻板印象的，包含说对方是文学界的知名人士，你这样做适当吗？你们这些人是不是键盘侠？然后反复的质问目击者的性别。前摆就看到MeToo事件，李小姐伫咧 FB 讲材料声援，颠倒扫号涉入案件的加害者故意妨碍名誉。伊指讲检方伫咧调查时阵，承办的4单的检察官问案时阵有问题，纪录片出现性别歧视的不当言论。同款被告也有转发大文的严先生，伊也亲自出面，指控检方伫咧讯问时阵，常常有偏颇的言论，所以民间司改会向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请求调查涉案的检察官。且在2020年之后的法官法，我们是人民可以请求评鉴的国家，这是一个独立的评鉴请求单位。可是4年来，人民去请求的时候，其实目前都是挂零的，没有一件是成立的。若是要求按查明几件代志，也即期法官法已经修法超过4年。不过，人民请求的评鉴案件无一件成立。各委员我们也都会依法处理，也会公正公平，也会体谅民众的心。检评会派人收证，面对民间的质疑，强调相关案件业务拢会公正依法依程序来处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